扮演四大天王天后，而李金海同李創偉合作扮演歌神張學友，金海負責扮聲，李創偉就幫忙扮歌神嘅手勢。牵着我是曾云烟，消散在彼此眼前。就连说过了再见，也看不见你有些哀怨。给我的一切，你不過是在敷衍。每一個人我送4個字俾大家啫。金海扮嘢大王啊！哇！你呢個動作，你真係令到人覺得學有上身嘅。但係呢 part 真係好感動，令到我哋聯想到，當你用隻手去表演嘅時候，嗰個感覺，我係好 touch 嘅。我想講，因為我都知道嘅，其實咧呢一個 idea 其實係金海你自己提出嘅，點解會有呢件事產生嘅先？我想知道。因為張學友，我們聯想到他的時候，就是他的聲音和他的表情和他的手是一定不能分開的，這個是他的特色，他的特點。所以呢，我在想，雖然我唱的已經很像了，但是呢，讓它更完美一點了，然後呢，還能夠讓大家開心呢，我就想到創偉了，因為我們兩個在這一方面是很有默契的。同埋咧，我哋發兩個 MV 之前排舞咧，我就同佢玩過一次，都係用隻手，50幾萬 view 啊！係啊，都幾受歡迎。我自己覺得啊，送給喜歡我的朋友們，就是送給你們一句話，就是你只要完全接受自己，這個世界就會完全接受你。紅組派出